这声吼害啊，你敢知影？较早吼，还没讲国语就听无啥有啊，即摆个还没讲台语。介意。因为你夜莺吼，咱乡亲无一定听有。我即摆甲学一个台语名，夜莺的汉文哦，大概叫做阿勇，豆腐，哇阿勇啊啦！这台车你开也要开几台啊？哎，无啊，有当你困一个到台北，恁到底是当时要到？哎，搞已经搞，怎么搞？你头前遐。这社长呢？这回无，这较早你是家道中落。安尼俩敢对？你安尼俩上标准嘞，手机啊嘞。我要讲。哎，这真正是轰动武林行动漫高。你敢会当食得较文雅？对吼。再来吃。无啊，你甲副巴掌看卖咧，看有啦。爱吃吗？细力的水，唔是遮大力。这三个我要选倒一个。选我，你看我已经大把倒啊呢。你大巴肚啊？你迄就便秘咧大巴肚。 Come to the William Show.